但第二代却只继承了银行账户里的入位，却没有下载到那套降低内部摩擦力的软体程式。对，就是没有传承到谦让与包容的态度，这个家庭系统很快就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内耗而宕机崩溃。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这完全印证了为什么文献特别把同心协力和世代传承独立列为核心要素，因为知识与文化是需要被刻意练习和维护的，它不会透过基因自然遗传，它必须透过共同的生活经验去传递。正是如此。优良传统必须被理解、内化，并在每一代的生活实践中被重新验证。不能只是口头说说。对，这不仅仅是长辈对晚辈口头上的说教，而是整个家庭成员需要透过同心协力来共同维护的生态环境。这也提醒了我们，家庭的繁荣是一个需要持续输入能量、持续校准的动态平衡。真的，每一个世代都必须重新认识这10项要素的价值，把它转化为符合当代情境的语言，并承担起维护这个生态系统的责任。经过这样的拆解，这份家道昌盛与齐家之要的轮廓真的变得非常清晰，而且极具现代意义。对，它其实非常实用。我们为你快速梳理一下今天探讨的10项核心要素。一个家庭的昌盛不是靠运气，而是建立在一个精密运作的微观生态系统上。首先是4个角色的状态交织：母亲的福气、父亲的禄位、长者的长寿与孩子的喜悦。接着需要用和气、包容与谦让这3个态度要素来当做交财的磁铁，消除内部摩擦力，将集体能量最大化。没错。最后，借由同心协力，将这套优良传统进行跨世代的传承。这10个支柱建构了一个能自我修复、持续繁荣的完美系统。是的。而最棒的是，不管你